听过这个圣山真久啦哈，啊，拢想要来，啊嘛无啥机会通来，啊，所以今日嘛第一遍来到这，啊，对于台湾琴的这个精神，我是足早就认同啦哈，我就足早就了解。啊，杨医师啊，一再邀请讲来这看一下，以后伫这大家当来练习啦哈，啊来训练。我感觉这个场所确实用真侪好心啦，所以咱这志工朋友哈，大家为台湾安尼伫基层咧付出。细汉想要飞，面望飞向天，一天一天过，艰苦要想飞，风犹原在吹，心犹原在跳。 天公的指，不行路歹行，不行路遥远，小心咱家己飞起的力量，若是不放弃，天公总会来，飞向梦想的所在，莫惊风雨的外大，莫惊路途的歹行，咱斗阵过死路飞。啊，这个是纪念这个吐蕃自焚的那个烈士哦，因为咱知影吐蕃跟那吐蕃的是西藏啊，他们跟中国签了这个和平协议了，他们整个宗教文化就被破坏。因为你知影和平协议是安怎讲？和平协议是讲我会签和平协议，我会尊重你的宗教文化之类的。可是你知道签了之后，起码你伫恁兜放一张达赖喇嘛的相片，你都是有罪，所以这是。 咱要提醒台湾人讲，甲中国签和平协议拢是骗人，所以也是要纪念他们，他们就是为吐蕃牺牲，希望他们在这里安息，然后回去再帮助吐蕃他们复国这样子。因为西藏一讲是一个很独立的国家，虽然他没有加入联合国，可是它算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后来跟中共签和平协议之后就被入侵了，他们就灭国了。啊，灭国到现在自焚8外人，中共无人不爱插伊，所以我们就是。 建立这个纪念碑，就是提醒台湾人不要下场跟那个西藏那个下场一样。好，那请再继续跟我讲。